陳啟泰喺我記憶入邊係一位非常之全能嘅藝人，佢幾乎十項全能，咩都識。比如喺我最早嘅記憶入邊呢，佢係 TVB 老牌節目 K100嘅主持人。點解對我咕咕不敬啊？呢個冇辦法。佢仲係廣告 model， 而且佢識唱歌，佢係參加新秀歌唱比賽出道嘅，所以佢唱歌都得得地嘅。唔好意思，搞錯咗，呢個係蘇黎兄弟。另外聽講佢運動能力好強㗎噃，經常打波。唔好意思，又搞錯咗，呢個係易建聯。但係對於所有男人嚟講，有一件事大家一定唔會搞錯嘅，就係佢將小龍女。1998年出道差唔多10年嘅陳啟泰啱啱好約滿。不過佢 TVB 咁多年好似冇大紅大紫過，雖然都有參加過一啲大製作啦，但係多啲2、3線嘅角色仔。而喺呢個時候，亞視向佢伸出咗橄欖枝。相對於孤寒嘅 TVB， 亞視係用誠意打動咗佢，攞嚿金出嚟，以雙倍人工請佢過檔。去咗亞視之後，佢嘅發展明顯有咗起色。比如佢參演嘅《我和僵屍有個約會》啦，《縱橫四海》啦，都獲得唔錯嘅收視。其中山本一夫更係成為龍騎士之後仲可以俾觀眾記住嘅角色。一夫唔會辜負父親嘅苦心，更加唔會令天皇失望嘅。但係始終呢，亞視都係爭緊一啲火候嘅啫。長期以嚟嘅收視習慣令觀眾大部分嘅黃金時段都係收睇 TVB 嘅節目。亞視想要打敗 TVB 啊，我講嘅打敗只係話收視率超過 TVB 啊，呢種情況幾乎係不可能的任務。佢哋上一次做到咁樣嘅成就，仲係上世紀嘅《還珠格格》，而且《還珠格格》都唔算係亞視本土製作嚟嘅。亞視打死都諗唔到，佢哋最後一次打敗 TVB 靠嘅就係從 TVB 過檔嘅陳啟泰。2001年亞視向英國獨立電視台購買咗《誰想成為百萬富翁》嘅版權，買翻嚟之後，邊個嚟做呢個節目嘅主持人呢？係佢啦！放眼成個亞視啊，陳啟泰似乎係最佳人選喎。着西裝打呔乾淨企理，再戴埋一副金絲眼鏡，咁樣優雅智慧嘅氣質，簡直就係百萬富翁度身訂造嘅。而陳啟泰以個幽默風趣嘅主持風格咧，都慢慢吸引咗觀眾嘅注意。大家慢慢發現，咦，原來知識型嘅節目都好好睇嘅噃，都可以充滿歡樂嘅笑聲嘅噃。喂，我知你咧家境都幾好嘅喎，已經係你係咁啊？仲話唔係嗱？你係研究生嚟㗎，係咪啊？係啊。係啊。OK，但係你已經有車階級咯喎。唔係㗎，儲埋買翻嚟㗎。唔認添啊 ？OK。真係唔係。咁有錢仲嚟玩百萬富翁，點解咧？我屋企真係好窮㗎。你而家睇翻《百萬富翁》，你就會發現陳啟泰嘅主持真係好好，俾人嘅感覺係好舒服、風度翩翩，就把握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。有時候挑戰者猶豫不決，佢就去問使唔使使用錦囊啊，使唔使問觀眾啊，使唔使打電話俾你豬隊友，令到現場嘅氣氛咧唔會冷卻落嚟。而且電視機前嘅觀眾咧都會置身其中，好似自己喺度參加緊呢個節目咁樣。陳啟泰有時見到參賽者咧實在唔識咧，就攞張紙票出嚟，喂，見好即收啦。其實大部分嘅參賽者有時真係過於自信。最經典嘅一幕咧，莫過於陳芷清同鄧光榮參加嗰一期。嗱，我特登揾出嚟俾大家重溫下呢個名場面。開始嚟啦。OK，睇睇6萬大元嘅問題。以下邊一部啊，不是莎士比亞嘅4大悲劇之一？邊一部唔係？我哋睇睇啊。A. 李爾王 King Lear， D 係奧賽羅 ，C 係哈姆萊特 ，D 係羅密歐與朱麗葉。B 唔係。奧賽羅唔係 Shakespeare 嘅咩？我讀 drama。奧賽羅唔係 Shakespeare 嘅。係肯定唔係。B 肯定。King Lear 就係啦，唔使啊，我哋決定啱 B 啱㗎啦，拍定手先。Yes。最後答案 B。錯㗎。好多年之後，陳啟泰話有啲內疚喎，當時冇提醒下陳芷清。唉，不過其實我覺得唔關你事啊，人哋都半場開香檳咯。B 啱㗎啦，拍定手先。Yes。陳啟泰話佢擔任呢個節目期間呢，壓力非常之大，經常夜晚瞓唔着喎。不過我估計佢應該興奮到瞓唔着，因為百萬富翁嘅收視率節節攀升，不斷咁創造紀錄。從首播嘅9點收視呢，到第3週嘅13點，再到後嚟逼近20點，咁樣嘅收視紀錄呢，已經好多年唔見於亞視㗎啦。而對面嘅 TVB 啊，從一開始嘅毫不在意，到慢慢感受到壓力，佢哋先意識到，大佬亞視今次嚟真㗎啦。於是 TVB 不斷咁排兵布陣來應對百萬富翁。後來呢，佢哋更加有樣學樣，從外國引進一檔才智類嘅節目，叫做《一筆勾銷》。
並且咧請出當時嘅王牌主持人鄭裕玲出嚟應對。但係咧效果非常之差，最主要嘅原因咧係一班歐少咧嘅版權方咧唔允許 TVB 改變節目嘅風格，佢哋要求嘟姐咧全程黑口黑面，保持嚴肅嘅姿態。但係咁樣嘅節目風格啊，相對於百萬富翁嘅幽默風趣，作為觀眾你收工翻嚟打開個電視機，你話你會睇邊個節目多啲啊？要黑口黑面係上翻睇個老細仲未睇夠咩？於是百萬富翁咧依然一路高歌猛進，不斷咁攻城略地，雙方嘅收視對決最終喺2001年7月15號嘅晚上開打。因為呢一晚呢係 TVB 嘅港姐競選，港姐競選一直係 TVB 嘅收視保證，佢哋從未失手過。但係面對來勢洶洶嘅百萬富翁和陳啟泰，今次佢哋都唔敢輕敵啦。唔單止唔敢輕敵，簡直係呼添上陣啊 ！TVB 派出咗最豪華嘅主持人班底，包括曾志偉、譚詠麟、李克勤、陳百祥。表演嘉賓更係落足咗重本，四大天王都請嚟咗3個，另外仲有陳慧琳啦、Coco 等人氣明星，可謂落足重本。而亞視方面啊，一早已經明牌㗎啦。相對於對面嘅豪華主持班底，單槍匹馬嘅陳啟泰就一啲都唔怯場。當然啦，亞視都係做足晒準備嘅，因為佢哋搞咗一期百萬富翁特別場，叫名人慈善百萬 show， 請嚟咗黃霑、羅家英、馮寶寶、麥嘉等一大批嘅名人參加，獎金咧都會捐俾慈善機構。嗱，換轉你係當時嘅觀眾，你會睇邊個台呢？我就記得好清楚，當時喺屋企睇 TVB 嘅。但我又話，當亞視進入廣告時段嘅時候，事後嘅收視調查表明，當晚大部分嘅觀眾咧都係選擇收睇咗呢期嘅百萬富翁，因為呢期真係非常之好睇，特別係黃霑呢，佢係成場 show 嘅焦點，好多人都想睇下，身為4大才子之一嘅霑叔參加百萬富翁可以獲得幾多獎金，而霑叔咧都好懂得綜藝效果喎，佢啱上場嘅時候就話，如果今晚輸咗嘅話，佢就現場燒咗把胡鬚，呢一嘢就吊足晒觀眾嘅胃口啦。一間唔掂咧，就係老貓燒鬚。掂咧就攞翻出嚟。係啦，唔好謝，唔好咁快，我哋玩完先。而亞視嘅製作團隊都頗有心機喎，因為佢哋俾出嘅第一道題就係、邊一位作家喜歡喺稿紙上灑香水？對於咁樣嘅題目呢，真係令到係黃霑爭啲爆粗口。我40年喺電視未曾講過粗口嘅。因為答案林燕妮呢係霑叔嘅情人嚟嘅，人哋俾面上你個節目，你一上嚟就玩到咁刺激，亞視真係不講武德噃。不過後邊嘅問答呢就比較正常翻。嗱，呢度講下我自己個人觀感啦，就係好似霑叔呢種大佬呢，性格狂傲不羈，氣場強勁，講話嘅時候聲如洪鐘，如果冇半點主持功底啊，怕係好唔住個場面嘅。但係陳啟泰嘅表現呢真係非常之好，佢不卑不亢，應對自如，想保持優雅沉着嘅狀態啊！就連霑叔後尾都喺節目中對佢讚譽有加。不過霑叔讚嘅方式就有啲特別嘅啫。陳啟泰就係你呢種人啊，逼我哋退休㗎啦！隨住節目嘅進行啊，我先發現觀眾、嘉賓甚至陳啟泰自己咧都會幫霑叔、馮寶寶佢哋作弊㗎噃。但好難得嘅係，即使係作弊啊，節目依然非常之精彩。比如呢一題啦。武則天喺邊家寺廟出家？呢條題擺明係送分題，因為馮寶寶拍過一部好出名嘅電視劇《武則天》，佢肯定係知道答案嘅。但係佢選出答案之後，道具寫錯咗嗰個字啊！最後答案，但係道具錯，有可能嘅喎，成日都錯嘅呢啲道具。咁又係噃。到最後一題價值8萬嘅題目嘅時候，節目嘅氣氛都達到咗高潮。新疆人呢，可以品嚐到自己出產嘅大閘蟹，呢啲蟹咧係人工養殖喺邊一個湖？新疆喎。呢題呢仲係有啲難度嘅，於是佢哋要選擇用完最後一個錦囊問現場觀眾，觀眾嘅投票結果係85%嘅人都會選擇答案 A。嗱，根據陳啟泰後尾喺其他節目上講過呢，其實百萬富翁嘅現場觀眾嘅準確率係達到90%嘅，按照呢個準確率跟住選 A 肯定係冇錯嘅。關鍵係氣氛都烘托到呢度啦，節目組點可能俾佢哋輸啊？成晚嘅節目精彩不斷，大家都打成一片，最後黃霑同馮寶寶呢對組合毫無懸念咁攞走咗100萬獎金。而事後嘅收視統計啊，最終亞視以39點嘅超高收視率打敗咗 TVB， 大獲全勝。亞視今次真係今次我拋頭露面啊！第一日媒體紛紛報導咗今次嘅收視大戰，並且好多都係以類似陳啟泰單挑 TVB 群星咁樣嘅標題嚟報導嘅。
陳啟泰咧因此人氣急升，一時之間風頭無兩。收視大戰嘅成功啊，除咗等陳啟泰大紅大紫之外咧，百萬富翁都成為亞視嘅金漆招牌，之後更多嘅名人咧上嚟參加挑戰，而其中最大牌嘅肯定要數星爺啦。2001年，星爺嘅少林足球正喺度火熱咁上映緊，為咗俾票房錦上添花，星爺就帶住成班少林足球嘅製作班底嚟參加百萬富翁，同樣為咗慈善籌款。大家都有精彩嘅表現，但係壓軸出場嘅肯定係星爺啦。成個過程就好似上次咁樣啊，節目好通情合理咁，等星爺成功獲得咗100萬嘅善款。而喺節目入邊，星爺甚至客串咗一次主持人嘅工作，等陳啟泰都試下俾人逼問嘅感覺。不過星爺你好似有啲唔係好專業喎。我嘅原名係咩？我點知喎？我點知係咪藝名嚟㗎 A. 周立星 B. 周馳騁 C. 周國偉。周偉國係嘛？周偉國。哦，即係呢個一定唔係啦。而喺常規節目度，首個斬獲100萬獎金嘅人叫陳漢祥，時間係2001年11月2日，係喺節目嘅第117期先產生嘅。嚟，俾大家睇下價值100萬嘅題目係點樣嘅。睇100萬嘅問題。咦？蝴蝶喎，中國明星蝴蝶泉位於邊個地方？有啲人可能覺得題目有啲簡單，但係你要知道呢，嗰時候仲係2001年，網絡仲唔發達，好多知識呢只可以靠平時嘅累積。可以殺到100萬獎金嘅人，本身嘅知識儲備呢，肯定係非常之豐富嘅。而根據陳漢祥自己所講啊，佢平時嘅興趣除咗攝影就係閱讀。陳漢祥成功斬獲100萬之後，更加進一步激發咗大家嘅學習興趣同求知慾。書中自有黃金屋，好多後生仔都想上節目搏一下。從呢一層嚟講呢，百萬富翁都算係一個積極正面嘅綜藝節目啦。當時間嚟到2005年啊，百萬富翁喺播完佢嘅第4季之後就告別咗觀眾啦。因為呢個時候亞視已經爆出咗財務危機，人才都走到七七八八啦，往日嘅輝煌就好似過眼雲煙。到咗2009年，陳啟泰同亞視嘅合約到期，亞視似乎都冇同佢續簽嘅打算，於是陳啟泰就開始往內地發展啦。憑借住百萬富翁即賺嘅人氣啊，佢喺兩港地區都撈得唔錯，經常有各種商演同廣告代言。直到依家，你仲可以喺短視頻平台上見到佢活躍嘅身影。2018年，亞視喺網絡上又搞起咗百萬富翁，可惜主持人呢已經唔係大家熟悉嘅陳啟泰啦。百萬富翁呢個節目喺陳啟泰嘅主持之下呢，唔單止成為一代人嘅心中集體記憶，更加係年少青春嘅我哋追求知識、學問成功嘅見證。當我哋再次回首嗰段時光啊，不禁會感慨歲月如梭，光陰似箭。但係嗰份對於知識嘅渴望、對挑戰嘅熱愛呢，就好似陳啟泰舞台上嘅笑容一樣，永遠溫暖而明亮，提醒住我哋珍惜每一刻，勇敢追求心中嘅夢想同輝煌。好啦，我係回憶組 Kevin。對於百萬富翁和陳啟泰，大家仲有咩回憶呢？歡迎喺評論區寫落嚟。下期節目如果下一期想講亞視播出嘅《三國演義》，如果你有興趣呢，希望俾個 like 同訂閱我頻道，多謝。